大家好，歡迎嚟到 NFA Centre 星期六嘅市場更新影片啦。如果大家中意呢類型影片嘅內容啦，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可以俾個 like 呢條影片啦。同時都可以上 NFA.Centre 睇更加多相關嘅內容嘅。我哋都有個 Telegram 嘅 channel 啦，咁啊俾大家一齊喺上面會有一個定時嘅 update 啦。咁啊大家亦都喺上面一齊留言啦，去傾偈啦。咁我哋事不宜遲啊，我哋立即開始啦。今個禮拜呢，應該話呢兩個禮拜呢，恒生指數呢有好好嘅一個嘅回升嘅跡象啦，咁樣啦，都已經係連續兩個禮拜呢係收翻綠色㗎啦。咁啊，但係即基本情景，我哋其實都係講啦，我哋今年其實呢同2018年呢係非常之相似啦。咁然之後，我哋亦都將2018年嘅年頭嘅高位同埋2018年嘅低位拍翻齊嘅時候呢，我哋會發覺呢，就其實我哋根本呢，就係完全一樣嘅走勢嚟嘅，就係講緊將18年嘅高位1月啦，然之後2、3月嘅低位拍齊呢，你會見到呢，我哋呢一個6月呢係跌多咗嘅，跌多咗。咁我哋而呢一兩個禮拜嘅升翻嘅升幅呢，其實就啱啱好呢，又翻去2018年嗰個嘅位置附近。咁所以呢，喺基本情景底下呢，我哋都係睇到呢。恒指似乎都係一個繼續向下嘅一個走勢啦，因為除咗我哋話個走勢好似18年之外，18年亦都係特朗普嘅年份啦，我亦都見到一個死亡嘅交叉，20個週線同埋50個週線有個交叉之後呢，港股走勢呢始終都係偏弱嘅。咁啊，亦都證實咗呢一點啦，即係我哋已經連續幾個月咁講緊呢一樣嘢㗎啦。咁然之後嚟緊講緊之後嗰幾個月嗰個走勢，我哋都係講緊可能會繼續跌到落去 Q3 啦，第三季尾為止啦。咁啊，如果但係咧，我哋啱啱就話啊，點解會 bounce 翻上去咧？有一幅圖咧就幾得意嘅，就係我哋將呢個 HSI 咧恒生指數咧除以成個美國嘅指數，即係我哋嘅標普500指數咧，你會見到咧好有趣嘅，喺2024年咧跌到落一個低位之後反彈啦，然之後再掂個低位咧，之後先再上翻上去，即係咧之後再上翻嘅意思咧就係恒生指數之後會跑贏標普500指數嘅，但係咧喺跑贏之前咧，就必須要掂咗做咗一個double low 嘅，你會見到做咗兩個低位咧，之後咧先至跑贏成個美國嘅標普500指數嘅。咁我哋啱啱咧就喺呢一個嘅6月咧，就再掂多次呢一條線。OK， 再掂多一次呢條線，咁似乎即係其中一個可能性就係我哋會唔會行翻2024至25年，就係會上一上少少，然之後再一次嘅大 drop 之後，我哋先有機會跑贏翻成個美股呢。OK， 因為 HSI 除以 SPX 就係如果我哋長期見到嗱，因為其實我哋長期趨勢都見到㗎啦，其實港股呢。大部分時間都係跑輸美股嘅。OK， 喺咩時間跑贏呢？就啱啱好喺24年年尾至25年年初呢段時間就真係跑贏。但係你話長時間10幾20年睇，其實我哋大部分時間我哋自09年開始已經係跑輸咗美股㗎啦。OK， 咁啊，究竟但係即係當然啦，我哋都唔可以話淨係 focus 喺美股，港股唔講嘅。咁港股你都會見到，即係呢度做過 double low 之後，其實就會反彈，短時間會有一個跑贏美股嘅跡象。咁似乎我哋會唔會又做緊呢一個行為呢？咁樣咁如果就算做緊呢個行為啦，咁我哋都預計咧，仲會有再多一次跑輸美股嘅情況咧，之後先至有機會咧，令到恒生指數或者其他一啲嘅地區指數跑贏翻美國嘅指數咁樣啦。咁呢個就係一個對於香港嘅一個預測啦。咁啊睇翻美股啦，咁啊美股咧即係標普500指數咧，咁今個禮拜咧已經升翻上去咧，接近歷史新高啦。我哋距離歷史新高咧，好似就係唔夠1%嘅。我哋篤一篤。0.5、0.6度啦，咁啊，所以咧其實都預計，我哋之前都預計咗啦，即係我哋講緊美股其實就會喺呢個7月咧，就一定係會做好嘅。點解咁講咧？因為我哋有好多個原因嘅，因為我哋講緊例如話將我哋同2022年啦、2022年相比，22年相比亦都係連續跌咗幾個禮拜之後，連續跌咗3個禮拜之後咧，係跑贏翻。直至去到8月中嘅，直至去到8月中之後咧，就真係有個20% 嘅跌幅啦。Sorry， 有個20% 嘅跌幅。咁啊，直到8月中啊，咁距離而家8月中就啱啱好大概1個月度啦。咁樣，然之後再上一次嘅一個中期選舉年啦，就係2018年啦。
2018年咧6月亦都係連跌咗3個禮拜咧，然之後升到去10月咧就又有一個20% 嘅跌幅嘅。咁所以我哋就會話今年年尾我哋會有一個應該話第三季我哋會有一個20% 嘅跌幅啦。但係似乎而家我哋仲會喺大概8月中去到9月初期啦。咁我哋依然都會喺一個頂上面嘅。OK， 咁當然我自己就會覺得可能偏向8月中度啦，8月中到8月最遲就係9月尾度就會開始有個跌幅啦。咁樣點解話會最遲係一個9月尾呢？就係其中一樣嘢呢，我哋就係要睇呢個利率期貨顯示啦。我哋講緊呢7月29號，我哋得返18日呢，就會係下一次嘅聯儲局會議㗎啦。咁65% 表示啦，我哋聯儲局呢今次係會維持利率不變。咁但係咧，如果我哋睇下一個嘅聯儲局會議咧，就係講緊9月16號。9月16號咧就有50%機會咧係加0.25嘅。sorry， 90% 機會係升0.25，然之後仲有18.4% 咧係升多0.5咧，升多0.25咧去到4厘嘅。咁如果我哋將呢兩個數加埋咧，就係51.2加18.4咧，其實就已經差唔多70% 嘅機會咧，我哋係會加息㗎啦。咁如果70% 嘅機會加息，得返30%嘅機會唔加息，咁即係當然而家成個市都係睇緊會加息啦。咁如果而家會加息，喺9月16號如果會加息嘅話，咁就同我哋話9月會有個低位咧，似乎即係9月尾。嗰個中尾啦，甚至8月開始呢個8月中開始呢個跌勢呢，其實似乎係會吻合嘅。OK， 因為每一次當加息嘅時候，市場流動性真係減少咗呢，咁一啲大家嘅投資咧都會減少啦，咁樣咁所以你話會回調，其實都係非常之正常嘅一件事。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呢，我就會覺得喺8月中尾之後呢，我哋就要開始小心成個美股嘅走勢㗎啦。但係喺呢個情況之前，未來呢1-2個禮拜呢，似乎都應該係會做好嘅。除咗睇標普500指數之外，我哋都將佢除以成個嘅貨幣供應 M2 啦。咁我哋之前已經講過㗎啦。我哋啱啱喺而家呢一個頂嗰度呢，就等於翻科網股爆破嘅之前嘅嗰個頂，就係00年嗰個頂啦，即係成個標普500指數。除以貨幣供應嗰個頂，我哋已經去翻00年嗰個頂㗎啦。OK， 終於 recover 翻呢個頂啦。咁我哋之前就講過呢個納斯達克指數 NDX 啦，其實呢已經比起標普500指數呢早啲呢就已經升穿咗呢個頂，即係而家仲喺更加高嘅水平添。因為講緊即係 NDX 係多好多嘅科技股啦。咁我哋參考翻究竟納斯達克指數做過啲咩事呢？我哋之前幾個禮拜都應該1-2個月前都講過㗎啦。第一次挑戰個頂啦，跟住回一回落；第二次挑戰個頂啦，再回落。咁如果我哋將呢一張圖呢個 pattern， 第一次挑戰個頂啦，第二次挑戰個頂啦，再回落之後再升呢，如果將呢個 pattern copy 過去標普500指數，除以成個 M2 貨幣供應呢，我哋啱翻個 scale 嘅話呢，咁我哋咧就會預計有啲類似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啦。就係講緊第一次挑戰個頂啦，咁啱啱就有6月嗰個嘅跌幅啦，失敗咗啦，跟住第二次挑戰個頂，再俾呢個頂 reject。第三次先至再衝上去，即係除以成個貨幣供應。所以如果係咁樣嘅情況下呢，如果我哋計翻個時間咁樣行呢，都係用一個8月尾9月呢會有個低位嘅情況出現嘅。咁所以點解我話即係8月中之後真係要小心，就係有多個 sign 啦，就係如果將成個 OK 我哋呢個NDX 除以 M2。呢個標普500指數擺落去嘅話，我哋會見到第一次挑戰個頂，啱啱跟住失敗咗，6月有個低位啦。咁然之後第二次挑戰個頂都係失敗嘅呢，咁我哋就會去翻低位之後先再升呢，先至有機會升穿當年我哋做到嘅呢個嘅高位啦。OK， 真正升穿啦。咁所以我都會繼續係預計話
第三、第四季會有一個嘅跌幅喺度嘅。OK， 咁所以就 keep 住我哋去睇翻成個情況究竟係點樣行啦。咁恒生指數同埋標普500指數呢，喺呢一個中期選舉年呢，不嬲呢都係比較唔容易行嘅。即係大家要即係話揾錢呢，其實都唔係話真係就咁揸住呢就咁容易。會見到其實我哋要即係年頭有一個跌幅啦，跟住啱啱6月又有一個跌幅啦，咁 keep 住大家跟住而家又話加息啦，即係好多一啲新聞咧去圍繞住大家。但係咧，如果我哋淨係睇數字嘅 pattern 去行嘅時候咧，其實你都會睇到一啲嘅端倪啦。另外咧，就有一個就係我哋連續幾個禮拜都冇講嘅就係金價啦。咁金價咧就喺今年年初有個頂位去到5600度啦。咁然之後咧，其實對而家嚟講咧，我哋已經回調咗26% 㗎啦，26%。咁之前咧，我哋一路都講咧，金嘅走勢咧，其實同70年代咧好相似嘅。咁點解咧？就係咧，佢係由23年開始升啦。咁我哋而家大概去到第3年度啦。咁如果我哋睇翻70年代咧，70年代咧亦都係類似咁樣啦，即係由70年開始升啦，升咗3年，連續升咗3年。咁我哋而家都係連續升咗3年啦，由23年開始。咁然之後咧，有中間有個 drawdown，OK， 中間有個 drawdown，我哋啱啱講我哋跌咗26% 啦。咁其實呢個都係差唔多28%。咁然之後咧，佢就繼續爆升，升到去74年嘅，OK， 73年升到74年，而73年咧係有接近28% 嘅跌幅之後再升翻上去嘅。好啦，咁我哋就將呢一個嘅 pattern 試下 copy 過去啦。我哋將呢個 pattern copy 過去歷史上嘅今日，會發現啲乜嘢呢？你會發覺咧，呢個世界好似我哋生活喺一個 simulation 咁樣嘅，exactly 咧係 fit 嘅，即係你會見到25年 OK， 25年開始我哋擺呢條線落嚟啦，25年11月啦，然之後升啦，升到係今年個5500啦，咁然之後跌一個28%至26至28% 嘅回調啦，咁回調完啦，咁差唔多喺呢段時間咧，金價就開始回升啦。OK， 金價就開始回升，所以我其中一個嘅理論就係我哋金價可能其實差唔多見底㗎啦。咁如果我哋攞73年呢個 pattern 直接拍落去呢，應該呢1-2個禮拜就會見底㗎啦。咁所以就睇下金價即係今個月尾之後嗰個走勢係點樣啦。我都預期金價似乎係會有個升幅，但係金價會唔會就係直接咁樣向上呢？我又有啲懷疑，因為如果標普500指數向下嘅時候呢，其實金價呢都係一樣呢，會向下呢，之後先至升翻。當然金呢係比起一啲股票嘅指數呢更加快康復嘅個升幅，咁但係都冇理由係唔跌噶嘛。咁所以就呢度我係會有少少懷疑啦。但係如果真係咁樣行嘅話，即係直接將73年嗰個 pattern copy 翻落嚟呢，你會見到都幾相似嚇。無論嗰個嘅低位出現嘅時間啦，高位嘅出現時間啦，低位嘅出現時間再上，哇！如果金價真係上到7000蚊，哇！好似真係好妄想。但係如果計翻日子呢，其實就講緊已經10月會出現啦。咁呢個我會覺得似乎係有啲大膽嘅假設，但係都係其中一個可能性嚟嘅咁樣。咁所以就金價嚟講，我始終自己都仍然覺得金價係依然係一個嘅牛市上面啦。如果我哋用一個月份嚟睇，其實因為金咧係一個相對上喐得較慢嘅一個資產啦。我哋如果用一啲指數，即係例如 RSI 嘅，其實我哋應該睇月份嘅。咁 monthly 嚟睇金嘅 RSI 依然喺59，超過50以上依然係一個嘅牛市嘅階段啦。咁我希望喺附近甚至會跟隨住呢個20週嘅平均線上面攞到一個支持，即係呢條線會攞到一個支持，之後就慢慢 bounce 翻上去啦。定係會係好似我啱啱行嗰個方法呢？咁我哋都拭目以待啦咁樣。咁呢個就係大致上我哋今個禮拜嘅 update 啦。咁似乎大家都應該要享受下，即係呢個7月帶俾大家嘅一個狂歡嘅機會啦。即係恒生指數終於一個 bounce 翻啲啦。咁美股似乎好有機會今個月咧會繼續破頂上去嘅咁樣。咁呢個係今個禮拜嘅總結啦。咁如果大家有咩問題，歡迎喺條片下邊留言，又或者
者 join 我哋嘅 Telegram Channel 咧去收定時收一啲我哋嘅一啲市場嘅資訊嘅。咁今個禮拜條影片係咁多，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